功夫，就是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节八德做底。这物件本来就是咱带落来，但是来到遮呢，受到起病苦，受到不约病，受到时代挣扎这个时代大洪流来，甲咱冲散咱本来所带来宝贵，所换倒转来呢，是咱无应该有的，咱即摆是应该应该。咱要安怎如何来扫除咱过去无的，搁来换倒转来倒回咱本来有的物件？这个是嫌真困难，也嘛是一个真深沉的这个学问。所以我呢，伊遮要讲解这物件呢，因为数学有限，讲了不足所在，恳求咱在座诸位先生大家原谅，并且甲咱指教，感谢大家。那么咱现在就来开始讲到问题。这个是做理型第4种内面，理型第4种内面第8集理型第4种内面来这个第8集。这个辅助讲标文的实数可以，标文的实数可以这站呢专门咧讲这个道的奥妙较宝贵，道的奥妙较宝贵标咱就知影讲，了是讲会知影是，色就是讲黑暗时标会知影色就是讲黑暗时文道文道就是讲听着道，所谓的听着道，当然毋是讲真正像咧讲听着道，因为圣人在讲这个物件，讲较简单，互咱较会了解安尼尔。其实就是讲听着道了后，会了解道，会了解道。对真理，天然对真理真正的了解，实属可以，就是讲演后，若规方面也可以就对啦也是讲来这个世间无空空走一回啦因为天下间的物件，想的上宝贵想的上宝贵，就是无障碍